来看台南发生一件命案，一个47岁姓陈的查甫人，伫初9的暗时，互人压走虐待，人麻烦等伫基美病院的急诊，后来不幸过身。警方传唤来的嫌犯，嘛认为讲，佫有其他的共犯，佮继续在调查。 初9暗时，但一个姓陈的查甫人，规身躯拢伤，去用等伫基美病院急诊室不治死亡。警方接到通报，成立专案小组透明追查。初10暗时，抓到涉案的4个查甫，2个查某到案。案发之后，在10小时锁定2处处所。那我们也针对相关丢包的汽车以及相关涉案的人士实施了2波的行动。那现在目前本案也报请检察官指挥。 警方调查47岁被害人，初8半暝伫咧安平的某一间舞厅去用拍，毋过无报案。了后，伊就伫咧面册顶悬呛声。初9下晡3点多，伊先去到永康的福果路，甲朋友啉酒。7点多，佮去东区的某一间蛤蟆店。10点多，去用对店里压走。11点的时，就去用等伫咧病院的急诊室。个人挑工甲虐待伊的影片，搭伫咧网络。你别刷，你别刷吧。 警方查到地点是伫咧安南区四侧的某一间茶行，初10暗时去搜索，抓到姓陈的主嫌顶6人，佮扣下长底穿8支，棍7支，刀1支等证物。我想这个茶行的部分呢，我们今天分析起来应该是部分纠众聚集的地方，所以因而查获到8支长短枪以及犯案的这些棍棒及刀械。所以我们也真的想要赶快知道说他到底是在哪里被他们，可是主嫌还在逃。好。那我是真的是希望警察能够帮我们，真的赶快抓到那个主嫌。涉案的6个人拢照杀人罪交予台南地检署侦办，不过警方指出主嫌毋那一个，目前也咧全力抓捕，望会当赶紧厘清。竟然有风声讲这代志是因为土地纠纷所引起的，详细嘛搁要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